后来乡亲啊，搁2天就要来投票，3位总统候选人是冲拼。先来看这热清德，车队扫街大作战，再去到新竹市。虽然透早真冷，加上这个新竹的风浸透，也是挡袂掉民众的热情。只要战车一个减速度，民众就随换过，要甲热清德来握手。去到天公坛拜拜的时阵，迄人更加是敲，吵，拢客袂过。掀起连续时，甲民众握手烧奖香。民进党总统候选人热清德全台湾车队扫街大作战，一直进入到新竹市区，带因岛的2位候选人林志杰同齐有票。民众的热情看过加分的天气，来到天公坛拜票，支持者别来整改环境。离场的时嘛险行袂出去，热清德伫咧风声，人气是旺，嘛要把这个气势传给因岛的家囝。新竹县市很重要，我们对新竹县市也非常有信心。我也在桃竹苗提出了大溪谷计划，想要推升桃竹苗经济产业进一步的发展。拍出经济牌专业吹票，热清德拼国会过半，七天内3摆来到新竹县区，婆看到已经重视辅选，而且连董事长黄宗仁进前表态支持，嘛让热清德进攻科技城更添信心。过去8年，台湾在蔡英文总统领导之下，不仅仅两岸外交国防稳健的程度深受国际社会肯定。未来我会在这个基础之上，持续推动台湾的经济发展。选情冲，热清德你是连扫拖到7个选区，各有客家选票。暗时是观场到台中和台北开刀做势，就是希望到选举迄一日会当抢到头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